唔知大家會唔會好似我咁樣，夜晚想瞓點樣瞓都瞓唔着，無論你掉手機啊，開晒助眠音樂，又或者美軍睡眠大法咧，都係搞唔掂。唔緊要，我有好介紹。喂，你去邊啊？等陣。Quality Sleep Relax 忘憂睡眠啫喱可以有效解決失眠同埋提高睡眠質素。佢係助眠零食嚟㗎，果凍形狀，仲要零蔗糖，唔使驚體重負擔。佢有8大成分去啟動你嘅4層睡眠模式，有助你舒緩日常嘅壓力、EMO 同埋煩躁。最重要嘅係可以改善入睡困難、淺眠多夢、早醒。同埋瞓咗好似冇瞓過咁樣嘅攰感，羅布瑪同埋色氨酸就可以幫你放鬆情緒，進入第一層睡眠。GABA 同埋芝麻素可以幫你降低壓力因子、抗氧化、保護肝臟、抗疲勞，就連更年期都啱用。進一步帶入第2層快速睡眠，第3層。深層睡眠就係用甘氨酸同埋酸棗仁穩定你嘅睡眠節奏，提高質量，安神鎮靜情緒，進入深睡。第4層就係精力充沛啦，海藻鈣可以向大腦傳遞休息嘅信號，放鬆你繃緊嘅肌肉，氧化鎂可以平衡自律神經，減少早醒，醒咗之後仲活力滿滿，等你第2日唔會有瞓咗等於冇瞓嘅感覺。專利羅布瑪同埋 GABA 成分可以令人快速入睡，臨床證實啦，8日就可以有效提高你嘅睡眠質素。產品成分安全，冇副作用，唔依賴，從根源改善睡眠質量。助眠成分都好高㗎，一片就等於其他品牌嘅4粒助眠片。如果你平時同我一樣都係瞓得唔好，或者瞓得唔到嘅 freelancer，或者上班族、考緊試壓力好大嘅學生，或者成日起身屙夜尿嘅長者嘅話咧，特別整咗做梅子啫喱味啊！瞓之前1個鐘一條，當晚就有覺好瞓嘅啦，第2日仲可以瞓到自然醒。如果你可以瞓到自然醒嘅話啦，真係幾好味，冇蔗糖，正啊！產品喺萬寧度係有售㗎，仲可以喺 description box 嗰度拎埋20蚊嘅現金券添。好啦，一齊瞓覺啦而家。